什么叫人迷惑？是时间的忧愁盖满你的生活，心灵永远饥渴。为什么你要堕落？为什么你会迷惑？难道是没朋友倾听你的诉说？生活永远虚空。如何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，全部在于你。抛开烦恼忧郁，重新建立你与主的关系。活出新的自己，新的自己，让救主充满你。愿你有个新的生命。什么叫人迷惑？是时间的忧愁盖满你的生活，心灵永远饥渴。为什么你要堕落？为什么你会迷惑？难道是没朋友倾听你的诉说？生活永远虚空。如何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，全部在于你。抛开烦恼忧郁，重新建立你与主的关系。活出新的自己，新的自己，让救主充满你。愿你有个新的生命。如何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，全部在于你。抛开烦恼忧郁，重新建立你与主的关系。活出新的自己，新的自己，让救主充满你。愿你有个新的生命。